林佳龙先生，请问震怒的交通部部长林佳龙先生，对于谢董事长记者会的内容，你满意吗？你满意吗？从头到尾推诿射责，避重就轻，审理了这么多天以后，出来开一个了不起、负责的记者会，让人痛心疾首，完全无法苟同。帮忙问一下下面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张 CAL 就是华航 China Airline 免税品库存量管制系统 New Date。2019年7月8号晚上8点08分31秒，来，请问一下谢志坚董事长，这张表格上面的这个日期的这个时间代表什么意思？我真的没办法相信的，之前这些东西都秀过，他今天还敢继续说谎。好，来，那看一下第二栏。订购平台 Web， 请问是什么意思？订购平台 Web， 请问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不是要帮谢董事长上法律课，不过我就讲个最基本的。我上网完成了订购，还不是我自己上网完成订购，是我接受你的委托，我帮你在后台上网完成了订购，我帮你做了这个事情，你已经要约了，我用我具体的行动也承诺了，契约早就成功了。这个是纯粹从契约法的观点，但是我今天先不要跟大家谈法律。他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说，这个是在境外完成交易？他在避重就轻，他在避重就轻什么？他说啊，有人说什么从后台啊帮忙跟打啊，那个不是事实，哪里不是事实？哪里不是事实？请问还有2批货在哪里？这2批货，我坦白告诉大家，我找不到。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，这2批货存在哪里？谁买的？谁买的？那位董小姐，那位黄小姐，是不是华航的员工？有没有上飞机？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机会问谢世谦，请林佳龙问他。这2位小姐是不是华航的员工？有没有上飞机？他们凭什么可以买了货放在仓库里面？更重要的事情是，他们这样的行为已经是刑事犯罪行为了。但是关键的证物那2批货没有当天执行查扣搜索的时候没有被扣到。我为什么敢确定跟大家说那2批货没有被扣到？我昨天下午我非常低调的，不想要引起任何注意，我跑去台北关清点货物，我找不到那2批货，我找不到那2批货，我找不到那2批货的情况下，我跟关务署的同仁在现场商量了半天，唯一合理的可能是不是还在车上，所以我就开始追车了。那5台车没有被扣，我目前所掌握到的讯息，那5台车上也没有那2批货。